宪法法庭昨将对这立法院的职权受罚释宪暂时处分召开准备定书。不过国民党提出质疑，讲专案未受理到开庭，这定书无对等，准备的时间无够，而且大法官的心内早就有判断啊。那民进党是批评南北两党，家己开庭的时阵讲话讲无好，即马佮翻头侮辱大法官。国会职权修法，各政党甲中机关派代表伫宪法法庭针对暂时处分展开激烈的论战。这场释宪的热身战，准备听书才拄啊落幕，即马战线搁再延长，蓝绿两党在一持续互相对下。右手边的座位上面，他们前面2排是坐满的，而我们呢却只有6位。我们一个机关要面对4个机关的围殴。总统府根本还没有行使实质的行使这个职权。所以哪有什么汉格之处？这个机关根本在释宪上根本就是申请释宪上就是不适格，按照许宗力以前的标准。国民党用渐渐条例基地控诉以前申请释宪，大法官会议拖8个月才裁定无受理。这届唔拿快速处理，准备时间不足。这个大法官早就有心情做提问，开庭只是行一个过场。大法官在问的时候啊，答也答不出来，有机会让你讲不好好讲。然后呢，回到立法院来，开始就想要斗臭大法官。蓝白的机关代表不断的跟大法官去说，我们这个法案没有即刻的危险。今天我们经济委员会就大辣辣的直接把即刻危险上演。民进党回应，事先准备时间双方拢同款。国民党的讲法真奇怪，嘛摕超书的加两案做例。强调检调还搁伫侦办，按照修法的内容，袂使行使调查权。不过南北两党真强势，成立调查小组，看暂时处分什么时阵裁决是也未公布。国会职权修法释宪会伫8月初6召开严肃辩论庭，立法院9月开议。不过伫结果出来进前，调野的论战战火还搁伫烧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